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高雄市议员调查捷运站内外空气品质，结果发现空气中有害的铺料PM2.5的浓度偏悬，尤其是捷运站外口通风井的这个排气的浓度已经达到红海的等级。这个高雄捷运局来承诺讲，会伫半个月内提出改善的措施。 对议员入去到高雄捷运车站内，平时外人无多入去的通风井，手提监测器甲 PM2.5仪器数字一直跳。刹车跟轮子也会产生 PM10跟 PM2.5。感觉风压变大，列车这个时阵入站啊。列车进来，空气会进来。 数字是56，以环保署提供的指标对照表达到第7级，这是接近红海等级。同一个地点进前被测到第8级，这对老人、囡仔、甲呼吸道有毛病的民众有危险。60微克的程度已经达到10级红害第8级的标准。捷运站的棚空内空气无流通，列车往来时会有营压。 这垃圾空气任何地下通风井甲送出来，问题伫市区有部分的通风井的出口是人家厝的边啊，像讲来到后夜2号出口这就是安尼。实际量测一下这市压井到民宅的距离哦，我们走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，4步的距离大概2.5公尺就到了民宅。 徛喺外口，量到的气压 PM2.5是第6级左右，接近当然有理由烦恼讲会和垃圾空气害掉。 我们的隧道内空气品质方面呢，那主要是因为它的流通性比较没有那么好。15天的时间，我们会先清查我们所有的捷运地下站，看它的泄压通风井的开口有朝向民宅的有几个站。 全面检查，答应讲伫半个月内提出因应的措施。即卖红线、橄榄线是较早期的设计，未来要起的黄线卖改善。相关单位有这个责任，袂使有任何空气污染问题去伤到民众的健康。